18K 金嘅靠頭，一隻可以嚟衝啊！你哋好靚啊！呢個見唔見啊？你睇又冰又起膠嘅一件咯，好通透啊！佢成個大裝，乾乾淨淨唔浮面，無紋無裂啊，乾淨嘅一件咯。肉感又較靚一個，哇！好靚啊！個肉感，見唔見啊？姐姐們，成個脹卜卜㗎啦，好立體型啊，好飽滿嘅，脹卜卜又較飽滿咯。你睇下呢個肉感，整個入邊你睇起晒一個膠感，又起冰又起膠，你哋去沖呢個，仲要帶18K 金嘅靠頭，仲要帶18K 金嘅靠頭。有冇中意呢隻款式嘅姐姐？嗱，中意姐嚟拍，好厚嘅一個，去到6.幾嘅厚度。然之後我攞條鏈去戴啊，呢條鏈好值得去沖啊！呢個你平時嘅一件 T 咁去戴就得咯，咁去戴就得咯，冇問題啊！呢隻款式。咦，我啱見到有一個咁靚，真係要上喎呢個款式，這麼好看。呢個有冇中意姐姐？有中意姐姐嚟拍。有喜歡姐姐嚟拍。哎呀，呢個靠頭又開始難整，又難搞咯。拿個剪刀先。嗱，要姐嚟拍呢個款式，有中意姐嚟拍，好卡啊！佢個好卡嘢。嗱，你睇下佢成個肉感幾靚。嗱，你哋中意隻款式嘅姐嚟拍，好好睇嘅個上手效果又靚，帶住呢個冰淡綠嘅，又起膠一件，1020蚊啊！要姐姐嚟拍啊！好推薦啊！呢個款式，推薦去拍，推薦款。嗱，呢個上款式你睇，哎呀呢隻嘢擋住晒。嗱，你哋去拍啊，真係好靚個，做翻個鎖骨鏈靚到爆炸，靚到爆炸。嗱，要嘅姐快啲嚟沖呢個款式，嗱，有中意姐快啲嚟沖呢個款式，真係一處沖超好睇呢個。你要話嚟拍呢個款式，呢個價錢係啲啲嘅，23527。價錢去到係1020元，一個冰淡綠嘅一個福豆，連種3苗嘅豆，健康長壽嘅豆，18K 金嘅靠頭。嗱，有啱嘅姐拍嘅款式真係好睇，個種較晒，肉較靚，無紋無裂，係咪？你睇起個一個膠感一個，你中意話嚟拍呢個款式啊？啲啲嘅23527，價錢喺度1020元。嗱，有啱嘅姐嚟拍，如果喜歡嘅姐嚟拍，咁呢個就過啦。仲想要咩款式嘅姐姐們打出嚟comment，多謝姐姐們嘅點讚讚，感謝支持。然之後我哋下一個啦，上翻一個，呢個都好睇。講翻呢條啊啦，方糖珠嘅一個，呢個有冇中意？呢個級別都高嘅啫。這個級別也是挺高嘅，這個一個，佢雖然係細啲啫。呢個有冇啱嘅姐姐啦？呢個雖然細，睇佢見唔見啊？啲黑棕色嗰啲油脂啊、油線啊，好靚。例如係做翻啲銀色咁樣嘅，一粒一粒咁樣，係咪細嘅銀色去搭配？有一啲咁樣嘅和田玉、蜜蠟、藍紅，哇！咁去 DIY 款式又好睇。呢個有冇啱嘅姐姐？5.3嘅尺寸啊，咁佢戴又好睇隻款式，比較精緻款啊！有冇中意呢隻款式嘅姐姐？有中意姐姐嚟拍啊！680蚊嗱，沉香嘅款式啊嚇，沉香嘅款式啲啲嘅23528，價錢去到680元，一個沉香嘅方糖。加一個彩寶手串，嗱，啱嘅姐嚟拍一個沉香嗰度幾多尺寸？大概5啦，5嘅尺寸咯，5.2。嗱，要嘅姐嚟拍一個款式，
有中意者嚟沖啦。嗱，呢個沉香啊，佢個沉水級都幾好喎，達到一個沉水級嘅級別啦。你睇呢個有線感，係嘛？黑枝呢個有感幾滿。嗱，要嘅自己去拍呢個款式，呢啲嘅23528，價錢去到680蚊，啲 DIY 款好睇。買翻啲沉香去係嘛，更加咁樣幫助我哋啊，失眠多夢嘅姐姐去拍，焦慮嘅、暴躁嘅、壓力較大嘅，你哋去拍一個呢啲嘅23528，680蚊，要嘅姐嚟拍啊！咁呢個做過啦，仲想要咩款式嘅姐們點點菜啊！歡迎點菜，支持點菜，有咩想要嘅姐們點點菜啊！歡迎點菜，支持點菜，好好睇啊！佢款式，哇！佢仲有，嗱有2條啊，你睇睇要邊條啊？佢有一條係做翻一個咁嘅藍紅，見唔見啊？好有特色啊！呢條仲會多彩布啲嚇，水晶、海紋石，嗱呢度有一啲咁樣嘅彩布類，有珍珠，呢個就會多啲咯。睇你中意邊個？嗱呢個就會掃圈啲，呢個就會多彩布啲。你睇要邊一條啊？680蚊都係好睇嘅兩個款式。